前海桂灣呢度咧收埋住一間有傳統地道兼且正宗嘅歐陸菜系餐廳，好多人都唔知啦，佢背後本身就係深耕多年嘅歐陸進口食品貿易團隊嚟嘅，從全球源頭去嚴選佢哋嘅風土食材啦，甄選全球新鮮進口食材，從歐陸傳統嘅小食再到主廚特介嘅主菜。還原歐陸餐台嘅溫度喺呢度咧，唔單止係食飯啦，更加係沉浸式咁樣感受歐陸餐台嘅生活美學。可以乘坐地鐵路線到桂灣站嘅 E 出口出嚟，一出站就可以見到呢個餐廳噶啦。所以去食飯唔等位，咁就要記得提前上 Oprice 開飯啦訂位咯。呢個餐廳咧分室內復古用餐區同埋戶外嘅觀景露台，無論係兩個人嘅約會啦、朋友小聚，抑或係商務宴請，都好啱噶。從食材到服務全程非常細緻考究，有自己嘅進口供應鏈去加持，所有嘅原材料咧都係直採歐洲噶。咁我哋嚟睇一睇呢度嘅菜品先。入店嘅第一道必點鎮店前菜咧就係呢個伊比利亞橡果黑蹄火腿啦。呢個咧係現點現切嘅，每一片咧都係肥瘦分佈得非常均勻啦。入口會自帶濃郁嘅橡果堅果香味，油脂咧會喺口腔入邊慢慢咁樣化開，鹹香味都係非常柔和嘅。仲有呢個米蘭燉小牛膝骨，用咗白葡萄酒去慢煨佢啦，煮到骨肉酥爛，一咬就化開。成一道菜嘅靈魂呢，就係呢個骨入邊嘅骨髓啦，搭配埋啲醇厚嘅燉汁啦，奶香同埋肉香層層疊加，呢道菜呢，就可以感受得到大啖食肉嘅幸福感啦。仲有呢度嘅主理人原創嘅海鮮意麵，獨家調配嘅番茄，酸甜味道比較平衡啦。海鮮嘅用料都非常紮實新鮮，每一條嘅意麵呢都包裹住呢個非常濃郁嘅醬汁啊。收尾呢仲有呢個巴斯黑蛋糕啦，表皮有啲焦啦，入邊呢係非常軟非常流心嘅，芝士嘅香氣非常濃郁啦，都唔會覺得過甜嘅嗰一種，鹹甜非常平衡，解膩又好食啊。係啦，佢呢度仲有幾種小菜都幾唔錯嘅，擺盤夠精緻啦，味道都非常唔錯啊！咁呢個餐廳呢，就坐標喺桂灣前海周大福金融大廈，地道嘅歐陸菜品兼具質感同埋性價比，約會聚餐下午茶一站式搞掂啦！想要獲取更加多大灣區最新吃喝活絡攻略同埋着數，記得打開 Oprice 開飯啦 APP 或者小程序睇一睇啦〜